灵儿，灵儿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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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是锦衣卫啊？投靠锦衣卫不好吗？大师兄，你不知道，我听我爹说过，锦衣卫是专门给朝廷做事的，而且现在朝廷都被那些坏人把持着。那些坏人就是利用锦衣卫去杀那些不愿意归顺他们的好人。爹就是不愿意被利用，所以才辞去了朝廷里的职务，告老还乡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二师弟被坏人利用，然后又怕师傅知道了会惹他老人家生气，所以才不让他去当锦衣卫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了不让二师兄走错路、做错事，我就不能让他继续再当这个锦衣卫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爹。哎，糟了，这事绝不能让师傅知道。你告诉师傅，师傅会把二师弟逐出师门的。那怎么办啊？难道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二师兄去帮那些坏人杀好人吗？哎，你看这样吧，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把其他的师弟们全都叫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既然大师兄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哦，那你等我啊。喂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听见了，后面那几个吧唧嘴呢。大师兄，好像是战姑娘。大师兄，杀人了！是灵儿，我肯定是战姐姐。这是从鸟类问出来的。师弟们，别吃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哎，走。灵儿，你醒醒啊！灵儿，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！灵儿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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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师妹，谁杀了小师妹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大师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灵儿，你走开！二师弟，大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什么话，你对师傅去说吧。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师傅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清楚。你还装傻？这里除了你以外，谁都能说清楚。继续说。师傅，当时我和师弟几个在花园里，突然听到大师兄的房间传来小师妹的声音，她喊着：“大师兄杀人了！大师兄杀人了！”我们赶到大师兄的房间里，就看到小师妹她已经死了。除了你们几个，还有谁听到灵儿的叫声？当时除了我们几个，他们也听到了。对，事情的经过确实是这样，可是……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师傅。师傅，现在该你说了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也跟你们一样听到灵儿的叫声，当我赶回房间的时候，发现灵儿已经遇害了。闭嘴！他为什么不喊二师兄杀人，三师兄、四师兄杀人，而只喊你大师兄杀人呢？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解释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师傅，二师弟，你们该不会认为是我杀的灵儿吧？我要你解释清楚，灵儿怎么会死在你的房间？灵儿在我的房间，那是因为……不，我不能让师傅知道。灵儿告诉我，二师弟投靠了锦衣卫的事，否则只怕师傅会将二师弟逐出师门。我不能说，这个时候绝不能再让师傅受刺激。你无话可说了吧？灵儿的胸口还插着你的佩剑呢，你别狡辩了。师傅，灵儿就是他杀的。可是如果是我杀了灵儿，总该有个理由吧？你们都说灵儿是我的小师妹，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呀？你要理由是吗？好，
三师弟已经告诉我了，在事发当时，你追着小师妹，你们发生了争执。哎，马壮士，当时你也看到了，你跟师傅说啊。当时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们俩人吵挺凶的，他好像推了他一下。哎呀，马少飞，我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吗？不是，这个时候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走啊！这干什么你？我知道了，以前小师妹三番五次要把你赶出折剑山庄，你心里肯定不舒服，怀恨在心。这次小师妹什么地方又惹到你了吧？于是你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就把小师妹给杀了。你太狠心了。小师妹年龄小，脾气大，可她是师傅的心头肉啊！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呢？我没有，师傅，二师弟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们要相信我。要相信你，可我怎么相信你？人证物证都在，都证明人是你杀的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想告诉师傅为什么，我自己也想弄清楚为什么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师傅，您不要听他狡辩，请允许徒儿将他绑起来，交到衙门治罪。慢，师傅，事情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您怎么还对他手下留情啊？灵儿可是死在他的手上，我们要给灵儿讨个公道。不要惊动官府。江湖的事情，就以江湖的方式来解决恩怨。倘若红影真是行凶之人，我会在灵儿入关大殓之时，亲手取她的性命，血祭灵儿的亡魂。师傅，把她押到房间去，好好盯着她。是。走。站庄主，我求求您放了英雄哥哥吧！您放了他吧！英雄哥哥真的没有杀死战姐姐，我求您放了他好不好？起来，起来，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如果你不相信英雄哥哥没杀人的话，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了。孩子，这又何苦呢？站庄主，我常听别人说你战大侠战天云，文武双全，足智多谋。你不会因为现在老了就变得老糊涂了吧？小少爷怎么说话呢？你爷爷不算太老。住嘴！站庄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您难道就没觉察出英雄哥哥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是无辜的吗？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他这样呆头呆脑的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我也宁愿不相信红影杀了灵儿，可是人证物证都指明是他干的，我怎么能不相信呢？你先起来吧。那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你也怀疑这件事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把英雄哥哥送到官府里，让官府的人去处置这件事呢？东厂的太监好像就住在衙门里面，官府被他控制了。如果把红影绑过去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哦，大侠哥，你把鸟人关起来是在保护他。实不相瞒，灵儿的死，我也觉得疑点重重，所以我想在这一日之内想出个所以然来，证明影儿的清白。大白天的，你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不是你跟我说过，事情办成之后约你到这里来，禀明事情的经过吗？交代你的事情办成了，你把叶红颜给杀了。对于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人来说，还用得着我出手吗？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他姓叶的就得给我趴下。别太小看我了。还有，你觉得杀他很难吗？凭我江瑶北的智慧，这不算什么难事。混账！谁让你把他给杀了？放心吧，死的不是你心爱的红影哥哥。
他一定早就打算好了。如果将叶红影送进官府，必定难逃一死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战天云还是相信叶红影吗？难道他另有打算？不管师傅相不相信他是凶手，还是师傅另有打算，总之叶红影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对了，今天约你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不知道魏姑娘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下一步，我要你安排我和叶红影见一面。不管我怎么冥思苦想，还是想不通，到底谁杀了灵儿？灵儿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结怨，可是这个凶手非要置灵儿于死地不可。那，如果您一直想不出来到底是谁杀了战姐姐，您会不会把英雄哥哥一直关在房里呀？当然不会。那您会放了英雄哥哥？如果找不到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，1日之后，我还是要他血债血偿。可是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您也不相信英雄哥哥杀了人，万一你杀了英雄哥哥，冤枉了好人怎么办啊？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认定他是凶手，如果我不秉公办理，今后让我战天云怎么服众啊？那照您的意思是说，要救英雄哥哥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证明他是清白的，证明他没有杀人，对吗？是。我也不希望亲手结束他的性命，我也希望能找到线索，证明红影跟灵儿的命案无关，否则我就要大义灭亲。我不想看到灵儿白白的冤死。好，您等着，我一定想出办法，在1日之内找出英雄哥哥没有杀死战姐姐的证据。